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八月7号盐新闻》，我是嘉豪。要开始先不到时代，头先就来报人才。林志坚的论文去互代代认定是抄别人的，建议就要撤销学位。不过林志坚强调，家己是受害者。国军今日有伫咧屏东车城进行天雷操演，另外也有外国媒体报道讲，伫台海中线附近有20只两化军舰伫咧互相对峙。拜登表示，中国归来了后，未搁再有新的变动。不过，新加坡李显龙认为，判断错误可能害区域关系恶化。讲到两岸情势当咧紧张，陆军第4作战区再起伫屏东车城进行天雷操演，验证因556榴炮火炮射击。国军强调这是年度重炮射击，不过也防认为是为着要反制中国解放军的军演。另外，强军东部战区宣布初九继续伫台海附近呢，要来联合演训。外国媒体也报道讲，有20只左右的中国甲台湾的军舰，因伫咧海峡中线附近硬对硬来小对上，引起众人关注。这下令官兵操作155榴炮发射火炮，精准击到海上目标，演练反登陆作战。陆军第4作战区初九伫屏东进行天雷操演，最近两岸情势紧张，操演范围是不是甲强军演训区定塔引起讨论？这个演习区是完全没有重叠的，而且这也是我们原本就设定好的演习区域。跟这个共军的演习没有任何的关联。金门干组最近也去互强军无人去侵扰，强军东部战区宣布初九持续伫台湾4支为海空域实践化联合演训，主要是联合防空。面对大规模封锁军演，军事专家分析，毋但强烈压缩咱方的战略深度，也无咧插海峡中线，等于是无承认台湾主权。中共持续军演，凸显了它武力威胁并没有降低，国军各部队会持续战备应处。我方会处于一个战略内线态势。第二个，外面要介入比较困难。你真要觉得台湾重要，不能丢，要协防台湾，你现在就要有一些的战略预除预置。中国央视播放上新影片，反制国军反登陆操演，强军2车合成旅伫闽南某一个海峡展开海上攻击，大定强军演练侵犯台湾。外媒路透社讲，初九有20只强军加国军军舰伫海峡中线相上，强舰想要走入去非官方完全区，东部海峡完后军舰出现。战场中根据敌情的变化和战场的态势，精准的指挥所属力量，调整攻击部署。也不一定说他如果100艘军舰来，我们就100艘回应啊，因为它的数量是绝对比我们多的，但是我们要更灵活、更聪明的应用我们现有的军力，我们空中的反潜机或者是空中的战机，怎么样用联合的方式来完成对敌舰的侦巡，或者是确认，或者是反制。强军军舰交代，咱方用1对1的动因，为了避免中到强军消磨战的款头，学者建议培养海巡署做第2海军，结合反舰机等空中兵力，也甲反地飞弹，运用陆海空的兵力，发挥无对称作战，协助强军进犯。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用佩洛西访问台湾做理由，发动大规模军演。美国总统拜登头一届回应，已经为中国袂再再有新的任何动作咯。也那访问台湾这部分是佩洛西家己决定的。美国国防部也讲，中国想要变东变西行为，美国拢有要求，无改变中国武力犯台时间表。另外，咱的外交部长高桥早起也召开国际记者会，谴责中国军演，也呼吁这民主国家大家都爱徛公平。I'm not worried, but I'm concerned that they're moving as much as they are. But I don't think they're going to do anything more. It was a live move of the speaker to go to Taiwan. That was her decision. 美国总统拜登伫佩洛西访问台湾了后，头一遍回应台海议题，表示讲，迄是佩洛西伊家己的决定，无认为讲中国会有进一步的作为。外国大佬嘛是同款的看法，认为讲现主是台海的危机是中国伊家己制作出来的，安尼这拢是喺美国的范围内底，这款手段是无效的。Coerce Taiwan. Clearly, they're trying to coerc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all I'll say is, we're not going to take the bait, and it's not going to work. I think you should expect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do Taiwan Strait transits as we have in the past in the coming weeks. 外国大佬表示讲，无改变中国有可能对台采取军事行动时间表的评估，也就是讲，北京并未计划伫个2年内会来武力犯台。刷落来，美国的军舰会刷咧通过台海，
表示对台的支持。外交部长吴钊燮伫初九嘛亲身上火线召开国际记者会，谴责中国的军事行动。中国试图让台湾人担心害怕，但是我们没有被吓倒，更不会被击倒。对台湾人而言，自由民主的价值存在于我们的 DNA， 没有人可以夺走。吴钊燮表示讲，中国对台的手段只是借口，野心绝对唔那是台湾尔，呼吁民主国家都要做伙来，共同来应应。一直到目前的邦交国的状况，外交部表示讲，有14个邦交国的关系是真稳定，国际社会支持嘛愈来愈多。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对台军演造成情势紧张，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美中关系长期恶化，这台海紧张的局势恐惊是无度随恬静落来。去到纽西兰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雪曼表示，伊会要求别个国家爱伫咧美国、中国之间徛高平。不过，中国外交部也批评美国，讲威胁台海和平稳定的人就是美国。中国对台湾展开军演，引起台海紧张的局势。国际是真关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伫国庆献词的时阵，特别讲到周围一场风暴当地形成，经过美中的关系当地恶化，刷落来几十年，这个区域可能袂像进前安尼遐尔和平稳定。U.S.-China relations are worsening with intractable issues, deep suspicions, and limited engagement between them. Miscalculations or mishaps can easily make things much worse. 各界烦恼美中情势判断了唔对去，印太地区国家上先发声。美国、日本、澳洲的外交部长发声明，呼吁中国爱随停止军演。澳洲外交部长黄永贤采白国一概呼吁台海都要降温，保持理性。The whole region is concerned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whole region is calling for stability to be restored. 当地太平洋岛国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索曼，初九去纽西兰。伊强调讲，袂要求各国爱伫美国甲中国之间做选择，敢若想要爱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不过，中国嘛反击讲，威胁台海和平稳定的就是美国。It's not so much a battle. I think that countries try to have relations with every country they believe can help them move forward. And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ask any country to choose between us and China. 我们要正告美方。不要轻举妄动，不要一条道走到黑，趁早打消以台制华的念头，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多做正事儿、实事儿。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特别接受专访，批评美国亚抗一中政策严重损害中国核心的利益以外，搁伫伊有需要的时阵寻求合作。美国无用该替家己的错误来找理由，美中紧张的局势要持续伫炭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即中国唔但有军事演练，也有网络自信舰伫咧攻击台湾。海客组织 APT 是7就对外讲，因为攻击宜兰某一间国有的能源管理系统，也讲因过捌攻击行政署、公路总局、总统府甲台电。面对着即款的行为，即国防院建议要由国家层级来施行网络战攻防演练，提升政府来面对自信舰的应变能力。但某一间国小的能源管理系统传出祸害客1,000，那系统异常，学校网站也出现问题。对此，台电表示，学校系统无法度甲台电系统连通，未发生连锁反应。宜兰县政府协助12间国小架设防火墙。基本上也没有所谓的被破解或是控制所谓的系统的问题。在我们普查的话，大概12所是类似的状况。但是这只有1所有发生这种所谓的被发现说所谓的资料异常。另外，部澳洲是送海客组织 APT 27讲是因所做的，也表示过去攻击警政署、公路总局、总统府、台电等，只是准备行动恐吓台湾政府，唔通搁挑起局势，无排除搁转来攻击台湾。We still have more than 200,000 Taiwanese connected devices in our hands. If we continue to provoke the situation, we will be bad. 中军唔但透过军事行动，也结合网络资讯战，顶日便利商店、电视壁、火车站，拢陆续祸害客1,000。台湾受网络战威胁，政府发出治安都是国安，国防局建议由国安层级实施网络战攻防演练，或者真贵。行政院现阶段需要更起动任。
国防部的话，虽然我们有成立了直通电军，但是它主要是比较像是一个攻击的一个部队，它等于说是有一点在做一个网络对外的展现能量。那现在要做的就是说，如何去把这些不同的单位去进行一个串联，形成一个由上到下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指挥体系。所谓发展部将伫月底成立，学者表示，未来会当统整各部会，建构治安防护网，也会当甲民间单位联手安排白帽海客加入网络电攻防。政府伫得更较侪会高手经验。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党市长参选人林智坚伊论文风波，即马有新变动咯。台大早起宣布，经过审定委员会认定，林智坚抄吴正宏的学术论文，而且情形严重，建议就要撤销林智坚的学术学位。另外，吴正宏透过律师表示，最近遭受别人批评，甚至去控指控伊违反著作权，伊这部分拢会提出告诉。然而，林智坚的中华大学论文案，按算后礼拜就会公布调查结果。余生并无抄袭，而是林生抄袭余生的硕士论文。认定民进党党市长参选人林智坚的学术论文涉嫌抄袭，台大召开记者会说明，并决定撤销。根据本校的博硕士学位论文违反学术伦理，核定撤销林生的。对。林智坚的论文争议，台大第7月接到检举了后，组成审定委员会比对了后，发现余正宏甲林智坚的论文摘要前7段差不多同款。余正宏研究的是林智坚的得票基础，林智坚是以共关效应做题目，暗过内容煞亲像研究蔡人坚得票基础，其他一个拼音唔对字同款的情形，两个论文比起来有40%同款。余生、林生的论文的研究对象、分析架构、目录结构、图表图示、中文摘要、第1章、第3章、第4章结论之前言第1节都有高度的文字的相似性，构成抄袭。双方大也指出，论文较慢发表的人，若做引用比较较早发表的人，佫无引注，若做无倒变的证据，都会互人认定较慢发表的人抄头前发表的人的论文。认定余正煌先生之论文并无抄袭之情事，对此深表欣慰。网络上对余正煌先生名誉构成诽谤提出所谓的妨碍名誉的告诉，这个论文本身有没有侵害著作权的部分，考虑对这个林智坚先生提出来所谓的侵害著作权的一个告诉或者自诉。那假设是说林智坚先生有对台大这边要提出所谓的行政侦讼的时候，那也许我们这边会以一个利害关系人身份来参与诉讼。另外一个当事人余正宏有律师做回应，认为清标已经互人证实，后续会对去互人诽谤也佮违反著作权的无实在指控的情形提出告诉。记者综合报道。经过台大认定是抄别人的论文了后，林智坚下晡随召开记者会，强调家己是无辜也无奈，因为台大挑工唔看伊所提出的资料，因会受到这个出份数了后惊官司这条，也袂因为对手破乌就来放弃参选。那你说有没有被突袭的感觉？当然有被突袭的感觉，因为昨天信才寄出去，今早就这么大动作。开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记者会。台大学论会伫8月初9早起公布审查结果，认定民进党党市长参选人林智坚的学术论文是抄袭。林智坚连暝伫下晡召开记者会，讲昨半暝才寄 email 给台大学论会，表达伊想要出席说明的意愿。台大却直接公布决议，让伊感觉真无辜嘛，真无奈。台大学人会为什么要这么不重视我的权益？为什么要让政治介入了这个学伦？有这么急吗？林智坚的律师黄德英表示，伊向台大提出法院公证的资料，是会当证明伊的论文是写伫余正煌进前的。台大说调工无采用。台大学伦会疏洪达们居然无视于这样的公证书，法律上的效力，连司法院的官网都已经公告说必须承认其的真实性，居然在台大学伦会比法院还大。台大决议内底是认定余正煌并无抄袭林智坚的论文。针对余正煌的律师表示，无排除会对林智坚提出侵害著作权的告诉。林智坚嘛做出回应，他还说他要对我提告，是非可以这样颠倒吗？这社会敢会使安呢？这个已经不是核心和卢一金这样子哈，我真的觉得这人要厚道啊。
林志坚竞选团队表示，因会伫收到处分书了后提出法律行动。林志坚嘛坚定表示，伊袂因为对手的抹黑就放弃参选。记者林书豪、谢桂林曾派文台北报道。台大今日记者会认定，这林志坚抄吴正宏的论文，也拿指导教授陈明通敢爱担起相关责任呢？台大表示已经接到陈明通的检举案，落尾也进行调查。根据中央社的报道，陈明通透过朋友转达，若准这台大对伊启动学术伦理调查，伊也进行说明。陈师所提供委员会书面声明，亦没有办法证明否认林生论文抄袭。林志坚陷入学术论文抄袭的争议，台大查到公布审定的结果。学伦会调查期间，伊的指导教授，也就是现任的国安局长陈明通发声明，去互外界认为是甲林志坚护航。这个调查伊嘛提出书面的说明，陈明通主张讲，用同一份资料加写一篇论文无问题，袂当高看比对的两体的证据，都讲是抄袭。嘛主张讲，伊要求学生使用别人收集的资料的时阵，都要原汁原味，就算差别无大嘛不要紧。不在于使用同一份资料，而在于许多的描述说明都极为相似或者完全一致，且所占的篇幅甚大，所以认定抄袭。陈明通也阁主张讲，外界认定抄袭是无顾前因后果，嘛强调讲两个人拢无抄袭的动机，伊是伫得到林志坚的同意之下，互易正宏使用林志坚的资料，所以是先有林志坚研究的资料，才有易正宏的学位。嘛强调讲，伊毋是易正宏的指导教授，毋过得到指导教授的同意，担任考试委员，甲易正宏指导。毋过，这个主张拢一个一个去互台大否定。但审定委员会认定，即使同样一组资料，在论述、描写和用词上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尤其不可能同时写错或拼错字。针对陈明通指导论文学生抄袭的讲法，外界反击讲，陈明通伫学术伦理上，敢应该爱负什么责任？学校有接到关于陈师的一些检举，那我们一样会依照学术伦理的相对应的办法来做后续的处理。这一步我们一样有办法来做后续应该做的调查跟审计。一般来讲是私立学校，好，然后跟地方派系结合，我们都还可以接受。但是一个公立的大学、国立大学，然后还是堂堂的台湾大学，我想这是很难接受的啦。根据中央社的报道，陈明通透过朋友转述，若是台大对于启动学术伦理的调查，伊会进行完整的说明。嘛强调讲，现处是台海甲区域的局势无稳定，国安团队的任务是严守工课职务，完整掌握动态，其他的分焦拢无应该影响国安工课进行。记者综合报道。要选汤市长的林志坚出现论文风波，敢会影响到北部其他县市的选情呢？就民进党的立委认为讲，这党中央有智慧来处理危机。要选台北市长的陈市长也讲，专业的代志就伫咧体制内面解决。而若要选新竹市长的沈慧虹也强调，伊相信林志坚袂抄别人，也无可能抄别人。受其大声话动选，展现团结气势。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市长内科分区产业后援会正式成立，插旗对手黄珊珊的港澳本命区。竞总主委陈建仁也出现收听，不过访问到敏感的议题，也是无回应。副总统林志坚被台大认定抄袭，请问你怎么看？党中央应该也会有智慧如何去处理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无论如何，就是诚实面对就是最好的上策，好好处理，就是这件事情应该可以化危机为转机。台大认定林志坚论文抄袭，撤销学术学位，对此联合立委高嘉瑜佫讲145名是上歹的情况，无希望有这款的代志发生。但市长表示，专业的代志都伫体制来解决。这个是有关学伦的事情，是一件专业的事情。那专业的事情就在体制内去解决。陈忠部长应该好好面对人民，说明为什么他当时要一直帮他护航背书。民进党全党上下在护航。那也一直讲这点。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也伫面册发文学路，作为校友，深深以台大防具为荣。各界高度关注论文门外溢效应，真可能会冲击北北基投的选情，尤其是新竹市恐惊是头一个受影响。我相信林志坚市长的诚信，他不会抄袭，也不可能抄袭。桃竹队依然会坚定向前，风雨同行。
新惠红发声小停，批评国民党拍大帮战，民众党高虹安点名新惠红应该捍卫学术伦理的普世价值。国民党林敬仁表示，尊重台大的调查结果，希望回归正常，唔通够因为个人的事件浪费社会资源。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林志坚的论文风波，敢会影响到其他党内党阵的这个选情呢？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应该等到学术做专业判断。不过，国民党的参选人关志文认为，林志坚就爱知影好歹。另外，高雄市长补选的时阵，同款出现抄人论文的市议员李美珍，伊是呼吁外界爱用同一个标准来看待。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郭志温初九下晡特别安排向议会党团请教，针对青年薪水真低、消防人员服务比例这市政问题，批评市政府虽然数据真水，不过藏袂少问题。因为拄好是高雄市议会定期大会，郭志温先增加行程，特别互人注意。不过高雄市长陈其迈当地议会质询，双方工场地徛无共位。学术的审查这个我们要尊重。也回归于学术专业的一个判断。是，那各方的意见不同。民进党同市长参选人林志坚和代代认定论文抄袭，市政质询时间也是议员关心的焦点，甚至会冲击民进党的选情。陈其迈回应，尊重学术专业的判断。郭志温认为，既然事实放伫眼前，林志坚应该知影安怎做。现在有很多不分区的委员，也就是台大的教授，他们有站出来替林志坚辩驳吗？因为没有人敢对这个事实指证历历的地方来做出任何的一个反应，我只能说支持近乎有。在高雄市长补选的时阵，也经历论文抄袭的国民党议员李美珍，希望各界对论文争议应该同一个标准看待。那有没有双标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可能就让社会大众去评论。社会的公益上，我是觉得还是要回归到大家就是都一样的看待。虽然陈其迈、郭志温拢伫议会，不过两个高雄市长参选人也是王不见王。不过针对市情的好歹辩解，到底两个什么时阵会对战？郭志温表示随缘。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对日本核能力原子弹，日本宣布战败。这两粒伫咧77年前的今仔日拍落去那加萨基，造成75000人死亡。早起伫咧那加萨基的和平公园举办这悼念仪式，这受害者也呼吁讲，爱互这后代子孙继续来推动无核能武器原爆。77年前的8月初9早起11点02分，美国对日本长架到第2粒原子弹，一粒4颗回轰散作平地，大约7.5万人死亡。继77年长架市和平公园也伫同日的时间举行死难者悼念甲和平祈愿仪式。幸运活落来的强电量已經82回，希望無核武世界願望會當實現。ウクライナに鳴り響く空襲警報のサイレンは、ピカドンの恐怖そのものでし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是呼吁，無希望核武佫造成同款的悲劇，互長家成做最後一個原爆地。我が国はいかに細く、険しく、難しかろうとも、核兵器のない世界への道のりを歩んでまいります。3天前到工作出席相關儀式的聯合國秘書長古提瑞斯，特別呼籲各國停止核武的競爭。We have now 13,000 nuclear bombs in the world. We are seeing huge investments in modernizing nuclear arsenals. So this is the moment to say, stop it. 伫长假舉行的悼念儀式，大約2600人參加。日本共同社報道，包括有核武在內的83個國家地區代表出席，不過受到俄烏戰爭影響。俄羅斯甲白俄羅斯無受邀請。記者綜合報道。中國為着要減少這疫情衝擊，有小可放任國內旅遊限制。不過海南島疫情確實佫再嚴懸起來。8月過無偌久，這感染人數就超過1500人，創下當地紀錄。政府雖宣布要封城，害700萬人無法出門，調至當地旅客要25000人左右。
原本应该人真济的度假村，即马差不多拢无人，客满人的是各地的台检站。中国南方观光胜地海南省，8月份到7月为止，境内感染的本土病例超过1500例，其中1000多人出现相关症头，是2019年底新冠疫情为乌北武汉传开以来，当地上界大幅度的疫情扩散。为着落实动态清零政策，海南省7月又扩大封城范围，拢总到目前为止，包括省会海口市在内。至少有9个大小城市，拢总700万的居民，除了出门接受 PCR 体检，也甲购买民生必需品以外，一律不准出外。因为代志汹汹发生，一寡到当地的境外旅客被迫要伫大面的旅馆进行隔离。You have to drive for about 10 minutes just to try and find a testing center, and then you go and then queue for. I think we've been queuing for about like 2 hours each time to try and get tested. 关公是海南省的经济来源，为了落实清零政策，扩大封城，影响旅客的出入境，旅游相关产业当然受冲击。除了海南省疫情传开，西藏原来伫零病例超过900天了后，一礼拜传出19个人确诊，其中1个人有症头。西藏自治区第2大城日喀则为7月开始禁止出入城3天。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美国的演艺明星奥利维亚·牛顿强传出因为癌症搁再行起来，伫加州过身，食到73岁。奥利维对抗癌症30年啊，以后成立基金会来支持这医疗研究加防癌的宣导。奥利维亚·牛顿强甲约翰·丘福塔的惠波浪子陪伴真侪亚迷行过青春。迄当时的亚迷即摆已经是中年人啊，毋过两个人的爱恋早已经变成永远，互相的化学反应，亲像也延伸到镜头花。We hit it off and we became good friends, and I was very comfortable, and he did look after me. 奥利维亚·牛顿强伫演艺界半世纪，原本想要做兽医，意外打伫歌坛，煞真出名。26岁代表英国入选欧洲之星歌唱大赛，演出《惠波浪子》，后来加做国际大明星。除了伫野坛真成功，歌艺确实真好，摕到4座格莱美奖，单曲加专辑伫全球卖出超过1亿张。澳洲界看作是国宝级的天后。2000年雪梨奥运会。代表澳洲团体盛会，为全球40亿的观众开唱。奥利维亚·牛顿强的人生到1992年发生真大变化。首先是上爱父亲过身，那伊方诊断得到乳癌，接落来甲第一任的翁婿离缘，性命像喙齿的玻璃，都无法度搁倒倒转去。毋过，伊并无安尼失志，除了积极治疗，也透过创作分享家己的人生体验，疗愈其他的感友。So music is a healing for me, and hopefully through my experience with it, maybe it'll help someone else, or they can just enjoy the music as long as they. 一直到69岁，奥利维亚·牛顿强也伫舞台上真活跳，只是癌症一直反复。奥利维亚·牛顿强的癌症2摆复发，4年前也传出已经转移到骨盆。3度着癌，犹原无法度拍替这位国际歌坛的大明星。伊的歌艺成就甲善心事迹，也永远留伫歌迷心中。公司新闻张淑君编译。差不多，搁在1个月时间，就是中秋连假咯。代替宣布，这中秋连假这个运输期间呢，全线会加开122个车帮。这车票是对8月11饭点开始订车票。不过，代替企业工会进前就讲，中秋当天无要配合加班。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这礼拜是劳资协商的关键，相信会当和工会达成共识。中秋就要到啊！代替宣布连假疏运的计划，为9月7到12为止，5天疏运的期间，全线加开122班车，11饭点开放订票。不过，代替企业工会伫代替公司华资化协商破局了后，就表示，中秋连假会实施不加班的措施。协商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我们不是不努力，是你27年你自己没有办法调整票价，以至于台铁的亏损，你怎么可以怪罪在我们员工身上呢？我们看不到远景情况下，当然我们走我们自己应该的权益。我的想法是，现在可能是小幅的调整一些比较低薪的同仁。那公司化如果有赚钱，公司的营运状况良好，我们那时候再来考虑比较大的一个调薪。
王国才表示，这礼拜是劳资协商的关键，相信会当甲工会达成共识。先期也是会当准时去订票。除了代替，高公局嘛公布中秋国道收费的措施，9月初9到91，收费采一种费率，其中国道3号新德系统到燕州系统是采高一种费率，搁拍8折。另外每一天返点至5点是暂停收费。高公局预估，中秋连假交通量是108至117百万车公里，头一天落南会到67百万车公里，是平常时的1.5倍。双向也是在假期的第一天就会达到最大量。那在整个假期的特性原则上都还是以返乡跟旅游一个形态的一个车潮为主。高公局表示，这个中秋连假是伫休假结束了后的头一礼拜，按算交通量未创新高。不过伫连假前一天的早起9点，国道5号车流量就会增加。按算连假头一天透早5点至下晡，国道5号拢开始塞车。要往宜兰方向的民众，都要注意路况，避免拄到塞车。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3458个本土病例，中重症34个，死亡人数有18人，是这89天以来上届低数字。不过，这死亡个案内面呢，有一个8个外大婴仔，因为感染到武汉肺炎，还有一个流动杆菌引起败血症来死亡。另外，民众做 PCR 的需求量也变低了。指挥中心宣布，各县市的社区体检站对于明仔载开始呢，袂搁再提供服务啊。民众若快筛阳性，会当到社区体检站进行 PCR 确诊。不过今年5月25日起，快筛阳看做确诊亲自上路了后，民众使用 PCR 需求下降，所以全台114个社区体检站将会8月初10起全面退场。目前的 PCR 的需求已经不在了，所以主要是因为这个因素，因为耗掉这个医疗人员的一个设置的人力。社区体检站退场的原因也包括新冠本土疫情降温，初9拜二增加23458个本土病例，中重症有34个，死亡有18个，是89天以来新低。死亡个案中，年纪上细汉是一名8个月大的查甫婴仔，伊7月确诊断院了后，血液检查发现伊有多种抗药性的流浪杆菌，虽然使用叶克膜，最后有完死亡。在新冠病毒感染的合并症来讲，算是少见。我们也是大概第一次有在这个重症的个案跟死亡的个案有看到这个绿脓杆菌引起的这个小朋友的败血症。另外，伫重症个案中，有一名17岁少女本身有慢性精神疾病，7月底确诊，8月初疑似因为食定静剂过量大鱼，目前由院伫家福病房治疗。疑似是镇静剂过量所引起的这个心因性休克，那同时也有这个新冠病毒感染的情形所以我们是归类在这个是共病所引起的一个染疫出现的一些后续的需要住到加护病房的情形。另外，初八公布新北 BA.5 家庭群组，搁增加一个定数是 BA.5， 累计目前国内本土 BA.5 个案有24个。指挥中心推测，应该是社区中有散发式传播链。另外，公费 PCR 采检未来只用伫入境机场喙瘾采检、防疫调查等其他回归医疗院所采检。民众若家己采检搁无症状，也是出国工作等需求爱做 PCR， 是需要自费。毋是急件，继续平均大约是3500。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咱台湾的民众去哄骗去柬埔寨做苦工，而且即马诈骗集团伊阁真干巧会先甲人带去泰国，落尾再甲别人呢转到别位去。最近刑事局才甲泰国合作，甲一个少年家救回来。不过警方也讲，台湾甲柬埔寨无司法合作，要甲人救回来有影较困难。伫远境陪伴安全都离开海外，相片来这个少年差一点互人袂去缅甸。趁卖人集团休困的时阵，少年向外求援，成功联络咱刑事局甲移民署驻泰官员，伫泰国互人解救，顺利返来台湾。走陆路是比较省钱的，然后从柬埔寨到缅甸之间是会经过泰国，因为泰国在中间，所以泰国刚好也是他们经过的必经之路啊。原来这个少年去互朋友骗去柬埔寨工作，着去向厝的人求救，佮因为表现无好，一直互人转卖。这个卖人集团当透过陆运要甲人卖去缅甸，少年利用时间逃走，个人互人骗去海外工作，除了表现无好，会一直互人转卖。警方也讲，这个卖人集团闪过查缉，也是原因之一。就连民意代表，然后接到台湾人求救的消息，人被困在那里了，过着被虐待、被电、被打。然后被霸凌，然后恐吓的生活中，
针对咱国甲干部制无邦交，也是司法合作，警方也坦白讲，只要个人互人骗去当地，解救本身有困难。那因为我们的这个司法权没有办法扩及到国外，那以至于我们在整个侦办案件的部分受到一些限制。欠缺官方管道救援，警方会当做有限，只有一直提醒。不过，这种诈骗真济，除了干部制，检调嘛有查到不法集团骗个人去杜拜工作。我会让他在这里过得生不如死。只要受害者想要逃走，就会互人用电的虐待。检调查到台湾诈骗集团透过面册征求人才，甲人拐去杜拜做电信诈欺。即马抓到伫台湾的不法组织成员，具体主要嫌犯等人，境外工作风险真悬。个人出国工作进前一定要详细查证。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进前东山会认定救国团的财产是用无正当的方式摕到的，应该爱充公。救国团今日就开记者会抗议讲，这东山会害因爱甲就清名员工是头路，8月10日要去到东山会头前抗议。白亚顶悬写政治对杀等等的口号，救国团员工站出来抗议，不动东山委员会进前宣布要甲救国团61笔土地、建物甲超过16亿的财产收归国有，讲这是恶意强迫，嘛强调伊毋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我们的创团主任金国先生讲得很清楚，救国团不是一个神的组织，救国团就是一个为青年服务的组织，我们不做调查的工。救国团强调，行政法院第一审并无针对救国团敢是附属组织做判决。进前伊嘛甲东山会协商沟通过8摆，嘛达成部分的共识。不过东山会用毒舌单方面终止谈判，对救国团做出不利的处分，根本违背诚信的原则。伊嘛会继续打官司。当产条例它其实也保留了他们诉讼的权利嘛，哈，那他们当然是可以去提诉讼。我们的调查。跟我们的处分已经写得很清楚了，那里面的很多的论理，我们是经得起检证的。针对救国团的指控，东山会是表示，救国团伫维权时期执行真济当时执政党下令的任务，嘛是维权统制一部分。因伫调查报告内底拢有说明，救国团是表示，因即马有1700多个员工工作权受到影响，按算伫10日迄天到东山会来抗议。记者电话局凯台北仓报道。伫咧新北市有一个查甫人对这独家背包做到毒品加盟港伫咧背，这半年来因为这个加盟港外观看起来就是药啊共款，闪过真济追查，伊所赚到乌心钱超过400万。不过这款毒品加盟港是真济做毒品男做伙，那种有使用者严重可能会死人。双手加悬，警方卖获掠人，当场超出像药品的加盟港。上千粒的加盟港轰炸口者的成分无单纯，超级摇头丸、喵喵、安非他命、K 他命4种以上的毒品混合，男做伙造成的 Magic 加盟港。他如何调制？没想到他回答的答案竟然是随他高兴，怎么调就怎么调哦。槟榔形式我们随身携带，我们可以说谎称是感冒药啦，或是安眠药等等的，逃避警方的查缉。透过分赃工具，将各种毒品加做伙，做成新的毒品，每一粒爱1000块。锁定双北市潮市5路场所卖，半年来不法获利超过400万。不过盗不专家提醒，乱加细字会无命。同时间一起服用的状况之下的话，可能就会有剂量超标，然后导致我这个血压增高，然后甚至增加，然后造成心脏负荷不良的这种状况。毒品互相构成作用，专家表示，更加造成大脑中枢神经混亂，甚至休克死亡。即擺雖然換形式製作來賣，細胞組險定2個人有關防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移送偵辦。記者綜合報道。伫咧台南北門市真濟蚵仔，不過最近這氣候異常極端氣候這蚵仔飼袂肥。不過這中秋節要到咯，供應量變少，而且這品質也會變歹，價錢也可能會變較貴。來到台南北門路德溝的內海啊，迄邊透早都無用得收蚵仔，不過這屆無論是數量還是大細，迄邊攏無介滿意。天氣安尼較冷，安尼較拄啊好。這個7、8月啊，這種狗的這種哦，你若上過熱哦，足個別確的呢。
自己多一人啊，啊，5人的会死壳的啦。啊，迄都死啊！系啊，是啊，对，猫伫海底拖起。啊，之前敢捌安尼过？唔捌啦，唔免遐严重啦，天气伤少啦。你也看，较顶下你也染流来的，你也甲像我滚水的。蚵仔的数量甲大小拢比英国较歹，迄边甲2粒蚵仔摕咧手里比，倒边的这粒差不多一个手柄大小，这是饲3年至4年；另外一粒缩干那一半大尔尔，不过这已经是饲2年的。迄边伫咧怀疑讲是极端气候所造成的。巨无霸大生蚝的大概养第2年就会到这样等级的大小，可是今年养第2年，它还是大概是这样的等级而已。今年的产量像现在是盛产期啊，大概科农采收上来的那个产量大概在往年的1到2成。农委会水产试验所戴世训所表示，有观察到台湾西南沿海因为极端气候冲击到食物链的生态，影响到收成。那准讲今年中秋要食蚵仔恐惊就要加开钱咯。记者综合报道。台电拍算甲中华鹿港市区的变电所改建，引起居民不满。因认为讲，这个变电所离了林家厝，还佫学校伤过晚，要求台电就爱甲变电所刷走。不过台电强调，这用电量增加，变电所甲混合化是一定爱做。伫市区车来去的一个路口，有一个变电所，毋但设施规看现，还佫有袂少高压的线路。这互中华鹿港市在地民众看到是拢真烦恼，都惊发生意外，影响居民的安全。下雨都会擦，好像闪电。我的市区内底应该这种变电所应该要盖在那个郊区外面，比较安全吧。中华鹿港变电所就伫市区复兴路甲管前街的路口，位较悬的所在看落，市区内除了有袂少店头，附近嘛条拢是徛家。自救会会长表示，台电有想要甲即卖规模扩大，不过这个变电所的欠电量也算有够，而且附近还有4个变电所，所以无扩建的理由。附近4个变电所就可以调电过来，那就干脆，你既然有办法调电过来了，你就没有切电的问题嘛，你就干脆迁出去嘛。自救会阁要求目前的变电所嘛要煞离开主体区，因为台电是强调讲，这个变电所伫当地已经有55年，除了已经达到使用的年限。鹿港街用电的需求增加，是一定要规划改建。这些事实上都是周边的工业区或者是乡镇他们要用的。那鹿港这一块当然就是在原址改，因为事实上也真的找不到其他的地方了哈。民众他也对停电的这个忍受度很低哈，所以我们必须赶快把这个变电所把它盖起来。台电表示，变电所百面是爱改建，会持续甲电方来沟通，按算每年都会动工，2026年完工运转。针对台电坚持要改建，当地自救会嘛表示，因会控制到底。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的鹿城疗养院行政院有核定鹿城园区整体发展计划，要来保证这鹿城的文化历史价值。不过，鹿城自救会今日去到卫福部抗议，讲疗养院拢无遵照计划定的时间，要求部长4岁元就要出面解决。被搞早嘛。这是不得已的，无来袂使。讲到鹿城的居民，食甲老老，佫爱为着保存家己住规半生的鹿城院四界走踪，拿阿姨到拿后店。鹿城自救会车口早时甲卫福部门口抗议，讲鹿城院方甲包商违反行政院的鹿城园区整体发展计划，破坏重要集会场所蓬莱社的文物。你看嘛是拢放伫内底，伊拢无管，就是叫拖拉机转到本所拢载载。蓬莱社是乐生面向国际的窗口，它也是乐生运动的一个博物馆。10多年来的布条、旗帜，许多的重要的协调会，都是在蓬莱社所展开。自救会指出，按照鹿城园区整体发展计划，蓬莱社会以公共空间的方向规划做鹿城保存运动纪念馆。不过，院方目前会讲停，所以要甲蓬莱社规划做3间套房，因呼吁卫福部应该出面解决鹿城的争议。蓬莱社若无去，阮活在鹿城院又有什么意思呢？那这个我们已经指示乐生疗养院，就是依照原本的上位计划来施作的。原本的设计就是一个公共活动空间，修缮以后当然就是在恢复。目前我们还是要配合修缮。在抗议现场，关底卫福部有派出医学会科长出面接受陈情。不过自救会指出，过去是甲执行长、部长等等对话，不过卫福部在现场派出的官员代表性无够，继续甲陈情资料交予科长。卫福部表示，会继续关注鹿城院方甲居民的沟通状况。记者郭富良随台北报道。
社会主体推动联盟今仔日开记者会，检讨6都的这社会主体现况。因强调，照内政部的标准，台南、高雄甲新北才起2成歌，相关的台北市虽然有7成8，毋过甲2万外户，甲一个市长关文哲8年前定出5万户的目标，还佫差真济。联盟强调，接下来会去拜访这6都的市长参选人，要求大家就要提出政策。要选市长，就该社宅，就该社宅。社会主体推动联盟召开记者会，检视6都区社会主体的数量甲进度，以内政部的目标做标准。新北、台南、高雄进度上慢，拢干那2成歌。台北市的进度7成8，虽然是6都内底上悬的，不过离台北市长郭文哲8年前定的目标有落差。台北市的柯文哲市长距离漕运的时候提到的5万户的政见相差甚远哦。那他也坦诚跳票，不过客观上，其实台北市已经是6都里面新办最多的，高达20429户。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表示，去社会主体取得用地有困难，但是现主时台北市阁有别项的替代政策。但台北市目前为止，我们盖的市长上任之后盖了2万多户，加上包租代管，加上后来的租金补贴，其实总数也差不多是5万户。在加薪加就业率的大环境之下，即马大众对社会主体的需求是愈来愈悬。社会主体推动联盟也提出政策建议，包括社会主体的租金要用实际大的人的收入3成来算租金，社会主体嘛唔通用抽扣啊，要用轮的等等。因为是这个轮替的一个使用，那它也可以增加这个入住使用的一个这个人数，所以我想它是会扩大它的一个服务的一个这个效益的。接下来，社会主体推动联盟嘛会拜访6都市长参选人，希望因若是要选市长，就要公布因的社会主体政策。记者林书豪、谢桂林、郑海文台北报道。新竹州图书馆是3级古迹，目前已经有97年历史了。为着要互图书馆再造空间，市政府有重新整修，顶年对外开放。最近也特咧办主题册展。几条黄色水管对图书馆大门口一直探到上内底，来到这的民众看到这个大型装置艺术，拢感觉真特殊。我们想看看它所谓的水管是做什么样的设计，就是如果在阅读方面，它是馆藏书，还是说可以坐在馆子上阅读书籍呢？还是感觉是有历史的那些，但是来这边感觉是有一些新鲜的感觉的。今年97岁新竹州图书馆，日本时代是在地重要的公共图书馆，目前是文献研究的重要基点。即马透过活动，希望让老建筑重新搁再活起来。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栋建筑原始就是图书馆的这样的用途哦，所以也在这样的一个理念之下，我们以馆为主题来办理这样的一个特展哦，让这个空间能够修复完成后哦，能够让民众重新认识这个建筑物哦。新竹州图书馆经过2档外修复工程，举办袂少活动甲展览，只有希望民众加来这行打，感受文化传承的重要意涵。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6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4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